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領養社工1分鐘，我係宇峰。今集想講嘅題目就係故意擺爛，但係變得超強，散亂禪修嘅實驗，越係想亂搞，內心反而越安靜。我哋一開始咧想提出就係禪修有兩個要素，一個係平靜，一個係清明。咁呢兩樣嘢究竟係啲乜嘢嘢嚟嘅呢？平靜同清明之間又有住一個點樣嘅關係呢？嗯，平靜嘅相反就係散亂啦。記得老師曾經同我哋進行一個練習，就係叫做散亂嘅禪修。我哋可以用半分鐘嘅時間去嘗試一下，就係你可以揾一個你覺得舒服嘅位置啦，然後慢慢閉上雙眼，將注意力放喺一呼一吸上面，按住你自己嘅節奏，好自然嘅呼吸就可以㗎喇。然後同自己講：我要散亂起嚟，我要散亂，散亂，我要亂咁諗嘢，諗好多好多嘅嘢，我要讓自己嘅思緒好散亂，好散亂，好散亂。好，我哋翻返嚟，就係好神奇或者好意外嘅地方，就係當我哋好努力要讓自己散亂起嚟嘅時候，反而窺見到內心平靜嘅一個本質。我哋一開始就講到禪修有兩個要素，第一個就係平靜，另一個就係清明。咁佢哋之間嘅關係係點樣嘅呢？我哋可以有一個比喻，用大自然嚟做一個比喻。呢個說話就係平靜嘅湖面能夠映照出星辰大海，平靜能夠帶嚟清明，就係呢個意思啦。多謝你收睇領養社工1分鐘呢個 YouTube channel。如果你對我哋嘅資訊有興趣，邀請你免費訂閱我哋呢個頻道，期待喺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。拜拜。